在香港太平山麗某處私立國際學校的招生簡章裡，每年都會新增幾頁來自內地富豪與本地名流的家族捐贈記錄。那些燙金的名字背後，是無數個深夜關於起跑線的輾轉反側。當媒體將謝霆鋒斥資2億港元購自學歐房的消息推上熱搜時，鎂光燈下的數字遊戲瞬間被賦予了雙重解讀。有人看見一個父親對血脈傳承的孤注一擲，有人卻忍不住將鏡頭轉向北京那座始終靜默的四合院，試圖從王菲的沉默裡打撈出一絲關於母愛的蛛絲馬跡。這似乎成了一個完美的命題作文。金剪鋪就的父愛與茫然退場的母愛，是否終究要在血緣的天平上決出勝負？可生活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決書，那些被簡化成標籤的2億與一言不發，恰恰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擅長的敘事陷阱。他把複雜的人性節奏燙成單薄的道德量尺，卻忘了在每個家庭深夜的餐桌上，愛與責任沖嚟不易公開聲明的分貝計數。讓我們先把目光從那串天文數字上移開，真正走進謝霆鋒借莊救房案背後的細緻森林。據香港土地註冊處及多家地產中介流出的信息碎片拼湊顯示，這套位於南歐深水灣的豪宅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獨棟別墅，而是一處附帶頂級會所如全海景露台的複式公寓，其所屬校網複合了德瑞國際學校、香港國際學校等多家採用 IB 與 A Level 雙軌制的頂尖學府。更微妙的是，該物業的前業主恰好是某位已移居英國的銀行家，其子女曾在該校網內創下連續3年全科優秀的紀錄。謝霆鋒團隊在洽談過程中特意要求保留了原業主書房裡那面定制版全球地圖牆，以及連接着3個獨立學習歐的中央影音系統。這些細節被港媒解讀為2個矮子搭建跨文化視野的物理載體。但若僅將這筆交易視為簡單的教育投資，恐怕低估了一位父親在利益重組家庭中特有的焦慮形態。知情人士透露，Lucas 近年對天體物理表現出超常興趣，而 Quintus 則痴迷於電子音樂製作。謝霆鋒為此在房產內單獨規劃了小型天文觀測台與隔音錄音棚，甚至委託美國建築師將走廊設計成可展示兄弟倆作品的動態畫廊。這些具象化的父愛痕跡，遠比2億這個冰冷數字更值得咀嚼。它暗示着一個常年被聚光燈追逐的男人，如何在事業版圖與親子關係之間笨拙地尋找物質化的情感錨點。然而輿論的弔詭之處在於，當人們計算每平方米折合多少節名師輔導課時，卻選擇性忽略了謝霆鋒過去3年被狗仔拍到的47次接送孩子記錄，其中33次發生在清晨6點半的暴雨或寒流中。他的羽絨服袖口永遠沾着咖啡漬，手機屏保是 Lucas 用樂高拼出的土星環。這些瑣碎的日常在2億學歐房的標題下顯得微不足道，仿佛父愛必須通過巨額消費才能獲得認證資格，而這恰恰暴露了大眾評判體系的內在分裂。我們既渴望名人展現出超越凡俗的慷慨，又暗自期待他們暴露出尋常父母的手足魔躁。轉向王菲那道被媒體反覆勾勒的沉默剪影，或苦更需要勇氣剝開刻板印象的硬殼。自2014年風飛復合以來，王菲對謝家2個孩子的公開提及幾乎絕跡於所有訪談與社交平台。僅有的3次被鏡頭捕獲的相處畫面，一次是 Lucas 10歲生日時，他託人送去整套《小王子》立體書如一張手寫星空觀測指南。另2次則是 Quintus 在學校音樂節表演架子鼓時，他壓低棒球帽坐在觀眾席最後一排，中途離場時被眼尖的家長認出，而他只是比了個噓的手勢便消失在消防通道裡。這些近乎隱形的參與方式，在一言不發的敘事框架下被簡化為冷漠，卻很少有人追問，在一個被狗仔聚24小時圍獵的城市裡，過度的情感表達是否反而會成為孩子成長中的暗礁？王菲的閨蜜在私人聚會上曾無意間提起，她手機裡存着大量 Lucas 畫的火星殖民草圖與 Quintus 自創的電子樂片段，甚至專門向中央音樂學院的教授請教過如何辨別人同絕對音準的早期徵兆，但這些信息從未流入公共領域。更值得玩味的是，李亞鵬在去年某次教育論壇上罕見地談及繼子女話題，
他說王菲教誨他最重要的是愛，有時候需要保持靜音模式，尤其當兩個男孩正處於構建自我認同的關鍵期，任何帶着前任烙印的公開示愛都可能在他們敏感的社交圈層掀起不必要的漣漪。這種克制的智慧與謝霆鋒高調購置房產的行為形成了極具張力的互補，而非對立。一個在物質層面構築堡壘，一個在精神疆域預留暗門。他們像兩位風格迥異的建築師，分別衝東西兩翼為同一棟房子添加承重結構。但宮中顯然更迷戀戲劇化的衝突，於是無不刺的猜疑連悄然成型。某些自媒體甚至翻出王菲早年我願意的歌詞進行病句式解構，試圖從思念是一種很圓的東西裡榨取出對襯生女人竇靖童與繼子們之間的情感溫差。這種強行比較的荒謬性在於，他默認母愛必須遵循統一的計量單位，卻忘了竇靖童曾在採訪中說過，母親對他最珍貴的饋贈是允許我在14歲時把頭髮染成粉色，同時提醒我粉色在舞台上區吃光。允許與提醒，放縱如底線，這本就是母愛光譜上不同的波長，又怎能用發聲與否這種二進制標準粗暴切割？若將視野拉回謝霆鋒與王菲共同編織的這帳親子網絡，佢發現其中纏繞着遠比血緣更複雜的經緯線。像柏茲作為 Lucas 和 Quintus 的生母，在這輪學歐房熱議中反而成了最病毒的第三方。媒體刻意放大他獨自帶挖礦超市的潮水側拍，卻對他的教育理念輕描淡寫。他為 Lucas 爭取到瑞士某天文夏令營的稀缺名額，同時替 Quintus 聯繫了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退休教授進行線上視唱練耳。這些具體而微的付出在2億房產的陰影下幾乎失聲。而謝霆鋒購置房產時特意將像柏茲現居的公寓納入半小時生活圈的考量坐標，甚至保留了備用藥池以備緊急接送之需。這種成年人間心照不宣的協作，被狗仔最輕浮地調侃為修羅場裡的戰術妥協，實則折射出嚟而家庭在公共視野之外的艱難共生。再看王菲與謝霆鋒的現任關係，他們從未試圖用繼母或繼子這類詞彙框定彼此。Lucas 在私人社交賬號上關注了王菲的御用吉他手 Quintus， 則偷偷翻唱過王菲的《浮躁》，佛在音樂小組。這些遊離於主流敘事之外的細微連接，恰似暗夜裡的螢火，雖不足以照亮整個輿論場，卻溫暖着當事人自己的宇宙。特別值得剖析的是謝霆鋒在購房後接受財經雜誌專訪時的措辭，他反覆強調這房子不是給孩子的枷鎖，而是給他們隨時可以回來的港灣。當記者尖銳地問及王菲是否參與決策時，他罕言地停讀了7秒，然後說他比我更清楚孩子需要怎麼樣的雲。這句詩意的回答被娛樂版編輯刪改為被談王菲海若細品那雲的意象，不佔有，不凝固，卻始終懸浮在仰望的高度，何嘗不是對母愛最精準的印語？可惜我們的語言系統在社交媒體時代已經退化成非此即彼的彈幕，要麼是力挺，要麼是沉默，要麼是襯生，要麼是旁觀，容不下雲朵的變幻形態。再往深處追溯，這場關於2億與魔言的輿論風暴，本質上是一場集體潛意識的代償狂歡。當我們為謝霆鋒的豪宅千金鼓掌時，其實是在消費自己成長中缺失的物質安全感。當我們對王菲的沉默投以狐疑時，不過是將自身對母職的苛刻期待投射到公眾人物身上。社區學研究早已表明，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學歐房焦慮與父母情感表達方式之間存在顯著的反比關係。越是經濟資本雄厚的家庭，越傾向於用顯性的資源堆換來掩及印性的陪伴赤字。而那些在社歐論壇裡爭吵爸爸該不該陪寫作業的普通父母，恰恰在魔意中前行着更樸素的情感交換。謝霆鋒的案例之所以引發海斥級討論，正是因為他恰好站在資本與情感的交匯斷層上，讓每個圍觀者都能從中找到自己關心的碎片。房產投資者看到地段增值潛力，教育博主看到國際課程鄙視鏈，女權主義者看到母職懲罰與父職功利，而最籠大的吃瓜群體則沉迷於在風之飛的三角敘事中完成自己對忠誠與背叛的道德彩排。
可當我們把鏡頭拉遠到 Lucas 和 Quintus 的舒卓抽屜，那裡或苦納着更真實的答案。Lucas 在物理競賽獲獎感言：你感謝了深夜幫我調視望遠鏡的 Daddy 和每次發來極光預測連接的菲亞伊。Quintus 的電子樂作品集扉頁上畫着3個拼列的星球，分別標注着 Papa S Studio、Mama S Garden 和 Faye S Ego。孩子們早已用自己的方式將成年人的複雜關係重新編碼，而我們船停留在非血緣織陌路的舊腳本裡，拒絕承認愛可以以租賃、共享、遠程協作甚至靜默陪伴等多種形態存在。更值得警惕的是，這場討論中蘊含的母職綁架與父職赦免的雙重標準正在悄然固化。當謝霆鋒以2億房產被讚譽為負責任父親時，我們是否計算過他因常年拍戲和公司經營而缺席的無數個家長日？當王菲因一言不發被質疑母愛稀薄時，我們是否統計過竇靖童的每一張專輯製作名單裡都有母親推薦的非主流樂手？這種性別化的評價體系，讓父親的愛天然享有物質即心情的豁免權，卻要求母親的愛必須同時具備公開表演性與自我犧牲精神。值得玩味的是，像柏芝在此次風波中主動選擇閉麥，更通過經紀人表示孩子永遠有4個家長的愛。這簡短聲明背後是一個成熟女性對輿論暴力的清醒認知。她知道任何具體細節的披露都會引發新一輪比較，而比較永遠是愛的敵人。同樣，王菲的沉默或苦正是她保護這2個少年最堅固的鎧甲，因為在她漫長並解的職業生涯中，他早已領悟到解釋往往淪為新一輪鬥的養料，唯有行動在時間的發酵中會顯露出本來的純度。比如那套被媒體忽視的學歐房附屬條款裡，謝霆鋒專門設置了全年恆溫泳池與無障礙月豆燈，後者源自王菲偶然提及的 Lucas 夜讀時總抱怨燈光有頻閃。這個微小的技術細節，比任何聯合聲明都更有力地證明了他們之間存在着超越八卦框架的養育協作。從心理學視角審視，那些熱衷於評判母不滴血的網友，或苦正在無意識中修復自身童年期的分離創傷。個體心理學大師亞德勒曾指出，公眾對名人家庭裂構的過度關注，往往影射着集體無意識中對完整家庭的執念崇拜，而這種執念恰是現代人情感安全感匱乏的投射。當我們指責王菲不夠熱情時，其實是在害怕自己未嚟成為繼母或離異母親時，也會面臨同樣的道德審視。當我們驚嘆謝霆鋒的財力時，不過是在虛擬世界完成一次自己無法企及的代際剔遷幻想。這種心理機制在社交媒體時代被無限放大，每條評論都是寫給自己內心小孩的加密信件，而 Lucas 和 Quintus 不幸成為了這籠大心理劇場的主角。事實上，2個男孩的在校表現透露出截然不同的情感營養來源。Lucas 在團聚項目中表現出超齡的協調能力，被老師評價為擅長整合不同觀點。這或許源自他常年穿梭於3個家庭空間帶嚟的應性訓練。Quintus 則在情緒日記裡寫道：雨天的快樂是知道有3個地方都願意收留我的濕雨傘。這種對多元歸屬感的詩意認知，恰恰是傳統核心家庭孩子難以獲得的認知財富。我們固執地用缺失的框架去丈量他們的生活，卻拒絕看見勇於的愛如何重塑他們對人際關係的理解。在他們眼中，愛不是單選題，不是非此即彼的暫序，而是像香港的雲層那樣，可以同時疊加重積雨雲、高積雲和捲雲，各自保持形態卻共同構成天空的完整表情。再看謝霆鋒與王菲在這件事上各自的成長弧光，其實藏着更為動人的自我迭代。謝霆鋒從那個在演唱會摔吉他的叛逆青年，變成會為危子研究光污染指數並對比全球5個城市觀星條件的細緻父親。這種轉變本身已經超越了學歐房的物理意義。而王菲從那個在記者會上冷面對人的酷女孩，到如今願意為繼子的音樂作業匿名聯繫柏林電子樂製作人，她的柔軟是靜水流深的岩層變化。他們都沒有成為世俗標準裡的完美父母，但恰恰是這種不完美的真實，構成了孩子們認知世界複雜性的第一課。Lucas 曾經在班級演講中說過一句讓老師驚訝的話：我的家庭像一首複調音樂，
每個聲部都在走自己的旋律，但合在一起的時候反而比單旋律更豐富。這個14歲少年的洞察，直接解構了成年記者們苦心經營的衝突劇本。而 Quintus 更直白，他在被同學問及你更喜歡爸爸船是媽媽時，反問對方你更喜歡左眼船是右眼。這種孩子們天然具備的整合智慧，往往被成年人自以為是的分析邏輯碾碎。當我們將目光從香港的豪宅轉向北京的四合院，從2億的數字轉向王菲那架貼滿便簽的鋼琴，或苦攰發現真正的教育投資從來不是不動產證上的名字，而是某個暴雨午後，謝霆鋒暫停電影後期製作趕回家裏陪 Lucas 做完那道關於黑洞雙極的物理題，也是王菲在演唱會彩排間隙給 Quintus 發去的一段關於電子鼓節奏偏離半拍的語音提醒。這些在娛樂新聞裡永遠沒有版面的碎片，才是構成2個孩子精神地基的混凝土。而如倫常的喧囂，終究會像颱風過境後的積水一樣蒸發殆盡，留下的是 Lucas 和 Quintus 在未來某天，或許會成為2個懂得愛有多重形態的成年人。他們不配用誰更愛我這種偽命題折磨自己，因為他們早已在4個成年人以不同頻率發送的訊號裡建立了自己的情感導航系統。現在是時候為這場全民窺視劇寫下理性的終章了。我們不必急於在謝霆鋒的支票與王菲的沉默之間劃分高下，因為家庭沖泥不是奧林匹克競技場，母愛與父愛更非可以用同一套計量標準稱重的商品。那些在鍵盤上敲出終究不敵的人們，或苦該問自己一個問題：當我們把親情簡化為血緣與金錢的對決時，是否也在無形中貶低了自身家庭裡那些無法標價的深夜守候與茫然擁抱？Lucas 和 Quintus 終將長大，他們會用自己的記憶濾鏡去重新剪輯童年，而那些被媒體反覆播放的2億與一言不發，或苦在他們心中只是背景噪音。真正清晰的永遠是望遠鏡接駁口那枚被謝霆鋒體溫52的螺絲釘，以及王菲留在音樂軟件裡那個名為給 Q 的參考頻率的私密歌單。我們作為旁觀者，最大的善意不是站敘或審判，而是承認自己永遠無法穿透那扇豪宅的落地窗，看見裡面真實流動的情感空氣。與其在虛擬的修羅場裡宣洩情緒，不如轉身給自己身邊的親人倒杯溫水，問問他們今天需要的是傾聽船事建議。畢竟生活的質地從來不在熱搜榜的點擊量裡，而在每個普通人願意為彼此保留的那份不解釋的溫柔。願我們都能從這場狂歡中學會一件事：愛有千萬種謊言，沉默是其中一種完整語法，而血緣只是眾多坐標係你最淺顯的一翁。真正的親情永遠在向多翁宇宙無限敞開。